这里你有住了，2住了，你住那么长嘛的呀？我刚3岁学几档，今年应该写几天的呀？你俺都要猜去。但帮得那个跟这个电视机领导长个，你老几个了，但这里他做几月的，你那地了，但我是多久是提前去，没谁多少几个月，多久了，你开始去别的经济些，他就送别个呢，你我做多久几档，你多么久档，你得到2栋抢救了，说别个都是钱呢，但你妈等等我做你们。但抢救的这你们写自己都是讲对这党员，但对讲对路的怎么样呢？刚才对着自己都是讲过的，有的是那么重点我就建议。因这个年底告诉我这些事呢，因为这个都就过去了。你看做家庭的当大家是可能便宜的嘛，就有人等什么事情给等得便宜。这个他们我做可能我做2多少月是，你看做可能这节约的也是，但我做没7万的，穷1的，这个1的，我可能7、8刚也没有，对啥多这个7、8几嘛多，你可能7、8刚也没比多，你他妈我等就过去你们开始几年，你们可能几几都是月是，你对啥的第一节可能就没7的，不能当，你那么能当，这个都是样子国家援助当，等等的。这一家呢，国家党都是这样做，但没忙这里解读嘛的，这里解读应该的，但是没忙但是没便宜长嘛的，解析了就在这个，那国家党学党就援助的，等这个嘛做，热话到一切的解决的，你呢，但我就等这些呢，这里比方说解读都是我们都是得学的。刚大家这里个写了，但是呢，那么做个，你写了喏，你搿个党员，我就对这个年度，你写了搿个党员，我到底那么做先比较，那么做第是呢，你们做家庭忙做喏，看了关键节都是那么多写了，批动是那么多，第一个呢，那么做第一节，我第一就用给大家了解，我就用搿个有的，那么做写这个节都是呢，你比较这个意思，你他妈的0难是学的。其实这首《吉祥三句》是。